如果淨係可以喺越南揀一個高爾夫球場，我一定毫不猶豫揀呢度巴拿山高爾夫會所。呢度海拔1400米，我每次過來都會感受到雲霧繚繞，仿佛置身人間仙境。由碌丹奴親自設計嘅18洞山地球場，絕對係高爾夫愛好者嘅天堂。呢度地勢高低起伏非常大，每一個球洞都有獨特嘅挑戰，一定要有精準嘅判斷同出色嘅技術先可以應付。特別係可以飽覽成個峴港全景嘅球洞，景色靚到令人歎為觀止。每一次揮桿都會聽到風聲喺耳邊呼嘯，睇住小白球劃過天際，最後落向遠處嘅果嶺。呢度不但有迂迴嘅水漲同深不見底嘅沙坑，茂密嘅樹林亦都隨時會令失誤嘅波唔見蹤影。我個人覺得呢度絕對係越南難度最高嘅球場之一，不過挑戰越大，樂趣就越足。除咗球場帶來嘅頂級體驗，呢度會所嘅服務亦都令我印象深刻。由私家專車抵達開始，再到管家細心周到嘅招待，每一個細節都盡顯高級格調。打完波之後，喺會所飲返杯特調飲品，一邊俯瞰山景，成日嘅疲勞頓時一掃而空。我覺得呢度唔單止係各路高手挑戰自我嘅場地，亦都好適合追求極致體驗嘅商務人士同度假人士。喺呢度，你除咗可以盡情享受打高爾夫嘅樂趣，仲能夠感受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嘅寧靜與奢華。呢種獨特體驗真係別處難以體會。